Hello，歡迎嚟到19 Talk，呢度用最直接嘅方式講香港男人嘅健康同養生秘訣。你有冇聽過古代皇帝救勝福救硬道，亂食藥搞到中毒救唔返？今日3分鐘拆解男人歷史壯陽藥，講下皇帝食咩救下體，特別有正德皇帝31歲英年早逝同食春藥有關。嘉靖60歲仙丹中毒，救晒奇趣。想知古人點亂試？睇到尾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跟我一齊笑下學下。鹿鞭酒，皇帝嘅猛男夢。第一款鹿鞭酒，唐朝皇帝愛用鹿鞭浸酒，話可以補腎加強硬度，飲咗會好似猛男咁四處衝。鹿鞭即係鹿下體，味道怪到好似膠水咁，但啲貴族就覺得越怪越補，好似飲咗變龍咁威風，但無科學證明可以救到硬度，飲多咗燥熱流鼻血，救勝福救到上火撲街，古人真係夠膽試。鮮茅丹，嘉靖嘅毒藥。第二款鮮茅丹，明朝嘉靖皇帝同道士中意用鮮茅、巴戟添加元控煉丹，話一粒救硬度勁到飛起。嘉靖30幾歲開始迷信仙丹，60歲食到中毒逝世。野史話元控毒到佢氣喘亂晒龍，救完硬度救到無咗條命，好似救下體救到上天咁，都覺得誇張。19 Talk YouTube 頻道由19 Toys 情趣保健專門店製作，我哋除咗講男人健康、保健養生同性健康風險之外，仲喺旺角 W 商場有門市，地址資料同營業時間都可以下面資訊位揾到。如果大家想揾保健嘢、玩具嘢，都可以直接過嚟，或者嚟網站睇睇，甚至 WhatsApp 我哋都得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頻道，就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啦。虎鞭湯，猛虎變病貓。第三款虎鞭湯。清朝皇帝覺得虎夠猛，虎鞭煲湯夠硬度夠持久，貴族話一碗夠玩足3晚，似老虎咁威，怪味道似橡膠，飲落肚燥熱心跳快，救唔救到都係問號。有傳聞話皇帝試完變病貓撲街，救勝福救到亂晒龍，古人搏命試真係好怪。海狗丸，海中怪味。第四款海狗丸，清朝後宮用海狗鞭曬歌磨粉，話救腎救精，救皇帝夜夜生歌似海中救星。貴族吹到上天，但無證據救硬度，食多咗心跳快到亂晒龍。傳聞話有皇帝試完叫救命，救勝福救到似海狗咁亂跳，古人真係怪到笑死人。正德春藥，31歲早逝。第五款正德春藥，明武宗正德皇帝31歲死，傳聞同春藥過量有關，唔係仙丹但救怪。正德愛玩女色，試過怪方加鹿血，人參救硬度，結果玩到虛脫撲街。野史話佢救勝福救到救命都救唔返，好似31歲就玩完，會唔會太癲？總結返，古代皇帝救硬度奇怪藥多，鹿鞭酒上火，嘉靖鮮茅丹中毒，虎鞭湯怪味，海狗丸亂跳，正德春藥31歲就無咗。古人救勝福搏命試，救完下體救唔返條命。現代男人唔使亂嚟，維哥有醫生睇住，上天然補充救硬度夠精力。19 Toys 有巨鯨爆射丸，用生蠔、人參、馬卡成分，保精助陽夠力又安全，有需要嚟門市或網店選購，救你勝福。覺得呢集有用，記得 like 及 subscribe。想知更多男人奇聞，下集見。